嘿哟，大家好，我是台南名阿优，足久无看，今日又搁来到讲俗语的单元啊。即摆有2句俗语要来甲大家分享哦。头一句是爱水毋惊流鼻水，爱水毋惊流鼻水。即句俗语本地是咧讲人，主要是查某人为着爱水，毋惊衫仔穿较少会寒，甘愿互寒，寒甲流鼻水嘛无要紧。算是以前的人互相讲耍笑、口洗人的话。毋过这是古早人较保守的价值观。我是感觉爱水无啥物通讲笑的啦。无论你是查甫查某，有用心、认真打扮，拢是真好的代志。家己的清采只要无影响到别人，本体就是家己介意就好。搁再讲，水是一种整体的风格，无一定是爱穿较少才会水，穿少嘛无一定会较水哦。所以讲去吹、去试看卖家己会合的风格，才是上重要的。这嘛是一种爱家己的练习哦。例句，你敢袂感觉 Jason 最近足奇怪？你无代无志，一直烫腹体，伊就最近咧小运动练身体啊，可能想要垫一下啦。听讲因为无穿衫，顶礼拜咧吹冷气，佮吹甲感冒咧，真啊假的？伤寒啊！有影是爱水毋惊流鼻水，是讲安尼有自信嘛袂歹啦。我嘛想要去练看卖咧。第二句俗语是三分人七分妆，三分人七分妆。即句话字面顶悬的意思是讲，人的外表3分靠天生的生做。7分爱靠家己的打扮穿插来加分。咧讲无论你生做啥款，若是有用心整理家己的外表，就会当增加美感，表现家己的特色。虽然定定会听人讲看人看内在较重要，毋过讲实在的，对人的第一印象外表的清气风格嘛是最要紧的。例句，小姐，歹势歹势，这阮兜你袂当入去呢？你是目睭有问题哦。我恁小妹啦，夭寿，有影3分人7分妆，我互你今日穿甲遮水，我煞认袂出来，歹势啦，歹势啦，拜托诶。好，以上就是即集要分享互大家2句甲打扮有关系的俗语。虽然古早人咧讲的俗语话啊，有的观念较旧，毋过因为咱人类的思想会进步，咱嘛会当甲遮的话用较平等的观念来思考、来使用哦。你敢知影佫有啥物甲打扮外表有关系的俗语？欢迎伫下骹留话甲我讲。若有介意我的影片，请你试赞、分享兼斗内，是下骹的超级感谢，就会当甲我支持啊！安尼，咱后集再会，拜拜。